你刚刚说这里面有几十条说明，那你跟我详细说说。这个是财务部的，这笔费用我们现在看不到。这条你跟我说一说。明白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一部分，税的费用。对对对，是的。然后还有这一部分，您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您签过字的。好，好，明白了。哎，顾总还有？不用了，有问题我会找你的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顾总再见。嗯。最近挺累的吧？要实在受不了的话，我提升你做我身边的助理吧。顾少爷身边的助理已经不少了，不是刚刚也提起来一个南宫琉璃吗？哪还有我的位置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只要你想，位置永远有。我才不去！看见那个南宫琉璃就不高兴，伪白脸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这个南宫琉璃啊，工作挺认真的，而且能力也很强。顾西城，你是不是忘记你答应过我要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了？我先声明啊，我跟他之间只有上下级的关系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停车！干嘛呀？还有一段才到呢。要是让他们看见我跟你在一起，真解释不清了。你还是让我过几天孝那日子吧。你再不停车，我就跳下去。哎，好，停。一会儿见。是苏小姐吗？你是？什么也甭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一位姓贺的小姐让我交给你的。喂，苏妍希，你收到我让人给你的东西了吗？收到了。可是，你给我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找人查了南宫琉璃，结果意外的收获。你把那份资料给顾西城，顾西城自然会原谅你。交给顾西城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要你干嘛就干嘛。傅博雅，老虎是俺，你他妈是谁？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傅博雅，走，踢球去。进来。顾总，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受政策影响，资金无法回笼。我根据市场反应，做了一个方案。您看一下。想不到南宫能力还挺强的嘛，说来给我听听。来。顾总，您看。对。9到11月，随着园林和景观的建成及现场形象的改观，我想一定会有新的影响。还挺在意。啊？是吗？哦，我说你的报告做的挺合我意的，不错，我自己看一看。你先忙去吧。好的，顾总，那您看，我先去忙了。
不行，我不能直接把资料给顾西城。虽然南宫琉璃没安好心，可是我要这样做了，岂不是让她太没面子了？对了，她还有个男朋友，我可以让她去劝南宫琉璃啊。搞不懂这个人有什么好的，一个两个的全都想缠着他不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，有个女的喝酒非要给我较劲，费了点时间。是你约的我。我在等我爸爸。是不是带你去找你爸爸？不要，我要带我爸爸。怎么回事啊？能忘记了？怎么了？你放开他！你把这事闪来！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来，你跟叔叔们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啊！来！不要走，踢球去。叶希，我找到你了，你都把妈妈吓死了。对，你好，傅先生。啊，你好。您先坐吧。好。哦，你是？哦，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调查南宫琉璃？你想干什么？傅先生，您先别误会。我是顾西城的妻子，我叫贺锦熙。顾西城？神龙集团那个顾西城？你是他妻子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。南宫琉璃是你前女友，我相信你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你能不能替我劝一劝她，请她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，可以吗？你找错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那你也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啊！他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是错误的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是个倔强的女人，我阻止不了她。傅先生，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，就是想给他留面子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如果顾西征看到这份资料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结果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交给顾西城，伤害到南宫琉璃，
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傅先生，傅先生，我的天哪！进来。顾总，这段时间谢谢您的照顾和帮助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我邀请了同事们一起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哦，顾西城，你就不能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吗？贺锦熙，你这算是在吃醋吗？哼，我怎么可能会吃你的醋，大脸猫！西城啊，我怎么看着锦溪这些天，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是不是关心他一下？奶奶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心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过2天就好了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奶奶呀？嗨，我们俩之间能有什么事儿？就算有什么事儿，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您就别管了。小情趣，你浪漫的很呢你。奶奶，您就放心吧。过2天之后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，说不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，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，奶奶就不管了。不过做什么啊，都得有个度啊，过了这个度啊，那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南宫琉璃，什么事儿啊？顾西城现在已经是有妇之夫了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感情，有点道德好不好？破坏别人感情？破坏谁的感情啊？你们俩呀？你们俩有感情吗？贺锦熙，你心里最明白你是怎么得到今天的位置，还不就是因为你跟那条狗是一伙的呀？哎，你回家是不是天天把那条狗供起来呀？你说话注意点，你这么做不会好结果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会不会后悔，你说的可不算。只要顾西城愿意，你贺锦熙又算什么呀？顾西城。顾总，你来啦，南宫，请进。
这瓶红酒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一起喝。谢谢顾总。不错啊，虽然小了一点儿，但是很温馨，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。家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啊。其他客人呢？是我来早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上班2天，认识的同事也不多，所以就请了2个要好的，他们等一下就到。顾总，您先坐，我给您倒杯咖啡。好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对啊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很抱歉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可能一会儿要早点回去。啊，这菜都做好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亲手做的。那是，不管怎么样，饭也得吃完啊。来，产自法国圣彼奥古堡的红酒，这款红酒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气味清新，单宁柔和，回味持久。顾总，你可真有品味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您带的这款红酒。哼哼，看来南宫对于红酒还挺有研究啊。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，谢谢您陪我过生日。Cheers。哈，可能是你朋友来了，开门吧。啊。开门啊！他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那您稍等。谁啊？琉璃。怎么是你？怎么？不方便？啊，琉璃，这位是
我是。哦，他是我表哥，过来给我庆祝生日的。哦，那正好，一起吧。你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就开吃了。来，坐吧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对呀，今天我生日。好，既然是你生日，那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好酒量。说好的马上回家呢，骗子！这，你表哥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表哥他脑子不好，而且不顺酒力，一杯就倒。你看，就又喝了一杯。哎，你表哥真逗啊！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照顾你表哥吧。正好我家里也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顾总，改天请您吃饭。不用了。啊，不用了，